章31节讲，要互恁会通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囝，并且要叫恁信伊啊，就因伊的名来得到生命啦吼。所以领受这个神的见证就像1章第1节就讲，太初有道，道甲神同在，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，踮在咱的中间，常常满有稳定有真理。干那这节圣经就好啊。约翰福音的第1章1节4节，这样甲咱讲太初有道，就是人物的开始就是创世的开始这个道咧，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当然是神讲的，所以道甲神同在。今仔咱的求道者要明白神，要明白圣经的话，咱就一定求神同在。但是咱的时间无限长所以讲太初有道，一个相信神的人就将起初迄个真理就念到即马来。所以讲，这就是神的能力道就是神。